无介好就好，就对啊吼。即摆恁天足就无共款啊，恁种咧，这天种咧，就是会当讲，将来就是10800年，你爱看，白白4冬甲10800年，咱所追求的是要追求啥物？吼、所以呢，咱下面来甲因讲啊，功名半张纸啦，富贵一流通啊，一阵风啊，吼、功名无疑就是安尼短暂利益啊，哦，荣华富贵这，互你讲会当一世人啊，王永庆嘛是一世人安尼啦吼，但是你甲看伊这一世人，伊嘛是拼规世人啊，伊目睭摕去得着啥物，嘛是无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咱的陈建仁就好啊，咱的陈建仁伊敢有咧争取这，伊拢无咧争取这功名，但是呢，你要看人伊转去了后，人因讲伊啥物，大有名声啊。所以呢，咱伫遮咱来了解过去的圣者呢，因所追求的是啥物？咱众生所追求的是啥物？咱家己去想看嘛，去思考。咱今仔日是所要追求的是啥物？所以过去呢，迄个汉山大师呢，伊伫这细汉的时阵呢，因妈妈呢就拢足要求伊，就一直爱读册啊，因为过去人有伊着读册嘛，读册才会当求取功名所以妈妈呢对伊要求诚严。但若咧无位的，就一直爱讲啊，互伊结果伊就一天来问伊妈妈讲，你是逐工拢叫我爱读册，我读册是要创啥？伊妈妈甲伊讲读册你将来才会当求出功名，伊才甲伊妈妈讲求出功名是要创啥？伊妈妈甲伊讲你就会当去做官啊，做官伊讲做甲上悬的是啥物？讲做甲上悬的是做甲宰相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司官体阮安尼尔，讲安尼嘛无意思啊，因为你做官嘛是有退休的啊，敢有啥物毋免退休的？即摆妈妈就感觉讲，我这囡仔嘛足奇怪，伊的思想愈和人无共款，所以妈妈就甲伊讲，无你去修行啊，因为修行呢，互你搁较认真修的，将来拢会当修成正果啊。咱嘛是讲安尼最好，安尼我要来修行。所以讲一个圣者呢。因为伊就是有智慧，伊了解啥物是伊所要追求的。咱众生拢是看眼前的，因为咱就是拢近视啊，近视拢是爱看目睭前的尔。毋知讲目睭前的，这拢是短暂照应的。咱看这身体就是，这身躯是我的，但是这个嘛是会歹的尔。伊要特别是讲身躯病痛，要遐酸遐痛，咱嘛是无法度用的。以后就是讲，咱才会好法家利用，会当叮当。咱嘛咱家己去家咱讲话讲照计受真嘛，若无咧，即个若毋听咱的话咱嘛是无法度啊咱嘛学校搁第二点就是讲，咱以着布施，就是要咱种福德真侪人拢希望讲成功趁大钱，这逐个拢希望嘛但是若无认真趁钱呢，要哪会当？嘛无认真拍拼，要哪会当趁大钱？但是你认真拍拼嘛，无一定会当趁大钱呢。你像过来唱的迄个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比别人较拍拼，为虾米比别人较歹命？个人无共款，个人伊的福分无共款嘛所以这种关系咱过去世所种的迄个福德啦。咱伫遮呢，学校就搁讲一个故事伫咧过去印度迄个波斯尼王呢，有一个公主叫做成功公主。那么这个公主呢，生做真水，嘛真受着人迄个疼爱安尼。有一天，这个国王就咧问这个公主讲你今日会当享受荣华富贵，是你的福分，或者是我对应你？当然，迄国王嘛是想讲，你今日会当享受荣华富贵，是我对应你的啊。但是这成功公主呢，就甲伊讲是我的福分。那这个国王听着咧，伊感觉讲足奇怪。明明就是因为我做国王，你毋才会当做公主啊！但是公主伊的想法就无共款，因为这个人的迄个地位就无共款嘛这国王都含命爱坐，伊就坐也袂赢，伊讲好，我着要试看是毋是你家己的福分。所以呢，就去找着一个迄个少年的去食咧共分的迄个去食，伊就想讲好你若感觉讲是你的福分我互你试看卖安尼，所以就甲嫁互迄个少年的迄个去食。这公主呢，伊嘛袂怨叹恁父王伊拢感觉讲一切拢是命所以呢，有一天呢，伊嫁这
会去食，有一天伊就问即个先生啦，伊讲你为虾米会轮到做去食？那即个少年呢就甲伊讲啊，因为我过去嘛是一个迄个有名望的迄个家族啊，因为一场大火甲我的迄个爸仔母烧死，吼，因为着火烧嘛吼，规个都拢烧甲拢无去啊，就是讲一寡亲戚朋友，因为大家拢太现实的，你吼若无的时阵，大家就看你无现啊，所以对伊吼，我只有就来共做去食去共分安尼啊。那这公主听听咧，伊就讲好，无。咱你较早是住伫倒位，咱搁转来省你咱的家门安尼啦，吼，怎就招即个翁翁诶，就等于较早迄个火烧去迄个破碎的迄个家己啊，就伫遐咧整理，吼，就伫遐咧乌涂啦，咧整地安尼，无形中咧伫咧涂骹咧，我互伊乌出一翁迄落金银财宝啦吼，因为有即个金银财宝，伊就摕去卖，变卖就有钱啊。吼，所以有钱了，因就装饰着伊个厝嘛都起甲足富丽堂皇安尼。这个消息呢，就互报转去互因迄个父王听啦吼。这个父王嘛感觉这时阵伊不得不相信啊。伊就问，伊就感觉讲，为虾米会有这个因缘？所以伊就去请教佛陀啊。那这佛陀就甲伊讲啊，因为在这过去世的时阵吼，伊过去迄个遐上世时阵吼，着这个太太。这个太太就是这个成功公主嘛吼，因为伊就是有发心讲伊要布施互这出供养这出家人，所以呢，因这先生呢，因为会甲动嘛吼，会甲动，伊这个妇人啊，就甲伊讲啊，这是我的发心嘛吼，希望你会当完成我的迄种的迄个发心，这无法度嘛吼，结果因先生就随在伊啊，随在伊人伊就真正发心，伊就去供养迄个出家人。咱知影讲，你供养迄个有修的人吼，即种的功德的福报真大呢。因为安尼来呢，即世人呢，伊怎来出世做着这个成功公主，成为一个公主啊吼。因这先生为虾米会轮到做去食？因为伊就是无迄个，拢无本无去结善缘啊。伊搁当因这太太吼，甲伊问迄落，人去布施。结后来，因为伊搁答应互因太太去行这布施吼，因为安尼，伊带着这太太，甲互因这某呢来庇佑伊啊，吼，所以啊，这个因缘呢，这拢无非拢是一个因缘，咱来了解讲，当你布施的时阵，一定是咧种这个福德啊，吼，所以讲，佛法者呢有讲，福德有三种，一种是恩德，一种是敬德，一种是威德，吼，那么这个。恩德呢，就是讲咱爱有感恩的心，感恩啥物？感恩咱父母养育之恩，因为毕竟呢，父母甲咱饲甲安尼遮大汉啊吼，辛辛苦苦，相信咱拢已经做人的父母，做人的一大人，咱拢知影讲要饲囝真正是无简单啊，吼。毋知有一句讲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是。当咱抱着囡仔的时阵，咱才会感受讲，当时父母吼对咱的迄个心嘛。所以说，咱爱有这个恩德，就是咱爱有这感恩的心，吼。所以讲，搁有这敬德，吼，就是尊敬父母啊，尊敬师长啊。因为师长呢，拢是师呢，拢是甲咱教嘛，吼，咱会使讲甲咱启蒙。咱看囡仔，自细汉就爱进入学校，去老师甲咱教，吼。然后呢，咱出社会嘛是有这师咧甲咱教，因为咱毕竟拢无经验嘛。所以这师呢，咱一定爱尊敬，吼。这咱毋知讲爱孝敬师长，因为人讲一日为师将心比。过去的人对着这师长非常的尊敬呢，吼。所以呢，父母咱一定爱感恩，那么师弟咱师，吼，咱迄个师长呢，咱嘛是爱敬，这叫做恩德甲敬德。那么咱有这恩德甲敬德，有孝敬师长，搁有孝。是大人呢，这无形中就已经咧种你的福德啊呢。搁有一种叫做悲德，吼，悲德就是讲，咱有慈悲的心，会发出迄个慈悲的心，别人有困难的时阵呢，咱拢会当去帮助人啊，吼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甲伊讲迄个慈悲的心。那么这慈悲的心呢，就是不忍众生之苦，愿意去帮助人啊，吼。当咱若有慈悲心流露的时阵呢。不管啥物人，相信大家拢有迄慈悲的心，吼。当咱拄着的时阵，咱拢会感觉讲有需要家帮助。
咱亲像吼，啊，佫举一个比论啦吼，就是讲有一个少年的呢，有一天因为伊做兵嘛吼，啊，就有一天要转去部队，啊，伫咧半路呢，看到一个妇人人伫遐要自杀啦，啊，伊就甲问官兵啦吼，啊，这个妇人人非常的伤心啦，伊就是讲，因翁在呢去用冤枉，去用冤枉怎样掠来关嘛，啊，厝里呢佫有一个年老的爸母，啊，佫有三个幼囡仔爱饲啊，啊，伊就将伊厝里所有伊上届伊厝里的迄较有价值的摕去转店算，啊，不好好贵用伊怎转着一个零银啦吼，较早的零银可能足大个，怎转着一个零银，啊，偏偏就是讲这个零银咧转店的头家吼，足歹心的，甲这零银用假的互伊啊，啊，互伊煞感觉讲吼，真正真无补啊，地也无路，啊，当然伊拄着迄种的环境呢，逐个拢会感觉讲啊，我的人生已经乌有去啊，所以感觉伊做人嘛是足无意思的啊，就想要自杀啊，啊，拄拄着这个少年人，伊这个少年家问这个原因了后呢，那么这个少年呢，伊就讲。啊，无我遮拄好有一个零银，我含你换啦。反正你这个零银嘛无路用啊。啊，我遮拄好有一个零银，啊，我含你换。吼，啊，这个妇人人呢，拄好有人要家援助，伊当然嘛非常的欢喜啊。吼，啊，伊就怎含你换这个零银，啊，然后伊就安尼足安心，伊就离开啊。啊，迄个少年人伊转咧部队呢，伊甲这个零银吼，怎搭煞伫个了，啊，一个啊，伊嘛怎袂记个啊。啊，过两工呢，伊迄个。去咧操练的时阵呢，吼，因就是有拢用枪咧，迄落嘛吼，去作战啊，拄啊有一粒个枪支呢，拄啊要弹位伊的胸坎内，啊伊感觉讲胸坎拄啊疼一下吼，伊就想讲啊，即声倒啊，吼，啊就问伊的角底啊，问的感觉讲，这角底啊，遮哪有一个，吼，就是迄个假的零银哦，去互迄个枪支弹一下哦，怎搭一凹落安尼啦。若无迄粒枪支吼，若无迄粒棉甲伊扎伫迄个落地仔咧吼，伊即声话咱就一命呜呼爱在啊吼。所以呢，咱会感受讲呢，其实你去帮助别人，嘛是等于帮助咱家己啊。吼，所以讲咱要做人，咱要希望贵人甲咱相助，咱就是爱先去做人的贵人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当然咱毋是讲希望讲咱会当得到啥物福报，咱才要去帮助人，因为这就是讲，不恁众生之苦，啊愿意去帮助人，吼，啊所以呢，无形中受益的嘛是咱家己呢，吼，所以佛祖伊的四无量心就是安那，慈悲喜舍，吼，慈就是互人信心，悲就是互人希望，喜就是互人欢喜，舍就是互人方便嘛，吼，因为慈悲就是咱看到人。人遐咧想袂开，或者是讲有困难的时阵，咱会当付出一点点啊，互人有信心，互人有希望。吼，啊，看到人迄咧做善，咱嘛有这欢喜心，家赞叹啊。吼，啊欢喜看到人的迄个困难，咱嘛是欢喜心。吼，咱会当讲做一个施舍，无论时间精神，或者是讲咱的，吼。咱人拢有诶，较有才华嘛吼，有诶较有才华，要做啥物吼，啥物才艺，咱拢较会晓。啊，这时阵呢，咱嘛会当写出着咱迄个才艺吼，去互人结缘，这嘛无形中叫人制造着这四无量心嘛吼。